继续往来看吉林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讲要把吉林兰买起来，互当地成做全球的焦点。吉林兰伫咧300年前去互丹麦殖民，即嘛是丹麦政府下底自治地区。那自然资源真丰富，因的地缘策略嘛有因的优势。最近这几年，因开始想要复兴在地因纽特人的文化，希望透过重新认捌手工的技艺，甲侧面的传统，要来找找自我的认同。五彩缤纷的串珠麻棍加首饰，做工正旧，真有民族的特色。格陵兰因纽特人特有的手工艺，就敢若一个被显贵的宝盒。这几年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一寡罕有的文化宝贝，除了手工串珠麻棍，一個強美社團的因紐特女性側面加側身。Jeg føler selv, det er meget frigørende at få Inuit tattoo. Det er ligesom om også de kommer hjem til mig. 格陵兰大部分的土地拢伫咧北极圈内面，是全世界上大的岛，面积216.6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台湾的60几倍。淹有80%拢互冰雪砍掉去，人口只敢若57000人。1721年到1953年，格陵兰互丹麦殖民，到1979年才得到自治地位。殖民时期，丹麦政府对格陵兰实施同化政策，造成因纽特人真侪历史伤痕，像是打压因纽特舞。对因纽特少女强装骗运气，甚至1951年有22个因纽特的囡仔，互人带去丹麦进行小丹麦人文化隔离实验，囡仔甲父母分开，进行文化教育的社会实验，造成悲剧性的效果。一寡囡仔只敢来讲丹麦语言，袂记作语，一个被迫伫孤年大汉。这22个人内面有真侪人心理无健康，甚至有一半大汉了，真早就过身。丹麦总理也捌伫2020年就这件代志向受害者道歉。And I say we have been stolen from Greenland. 因纽特人主要分布伫北极地区，美国、加拿大加俄罗斯也有因纽特原住民。伫咧格陵兰，愈来愈多少年的因纽特女性要重新熟悉传统的侧面加侧身，找迄段被偷走的历史加文化。And it's a post-colonial void when you have lost your identity and been shaped into different people than you were in such speed. Then the result is not really knowing who the heck you are. 有丹麦加格陵兰血统的创作艺術家普爾森，對失去歸屬加身份認同感受真深。伊搬轉去格陵蘭大了，伫咧因紐特人的傳統手工藝術內面，找到家己的語言。公司新聞王如梅編輯。